者有啲小朋友甚至嗰啲牙齒係咬唔到嘅或者牙齒會前後好逼呢種現象。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博瑤口腔沙頭角店毛醫生。今期呢，為大家介紹下兒童嘅早期矯正。好多朋友最擔心嘅問題就係小朋友點解3歲之後呢會出現咗爆牙、倒及齒，或者牙齒喺6歲之後換牙，牙齒點解生出嚟會好逼唔整齊嘅問題。所以今期呢，為大家講解下就係小朋友嘅早期矯正。我哋小朋友呢，喺3歲開始，慢慢個骨架就會發育得比較快，所以呢個時間呢，我哋牙齒上顎同埋下顎呢個骨頭不停咁移位，所以會出現咗好多例如獸牙。點解我喺小朋友喺1歲、2歲期間呢冇發現到呢個問題，喺3歲之後會出現呢？因為3歲之後呢，小朋友會出現好多不良嘅習慣，例如咧吮手指啊、咬筆啊，或者有啲小朋友鼻炎啊、瞓覺嗰時張口呼吸，呢啲都會影響到後期個骨架嘅發育。骨架嘅發育呢，會令到小朋友喺6歲換牙期間呢，生出嚟牙齒呢會出現好多例如獸牙、倒及齒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甚至嗰啲牙齒係咬唔到嘅或者牙齒會前後好逼呢種現象。所以呢，依家小朋友呢，大概喺6歲開始換牙到9歲呢個期間呢，如果我哋嘅父母發現咗小朋友嘅牙齒會出現咗好逼、獸牙、倒及齒嘅現象呢，可以嗱聲帶小朋友去牙科檢查。依家醫生會建議小朋友去做早期矯正。所謂早期矯正呢，唔一定要等到12歲牙齒全部換晒先去矯正。喺5歲到9歲呢個期間呢，係我哋小朋友骨骼發育最快嘅時間，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到牙科做呢種小朋友嘅早期矯正。呢種叫龜膏，戴喺牙齒又舒適又方便，佢可以引導我哋小朋友嘅骨骼喺正確嘅位置生長。有啲小朋友倒及齒呢，戴咗呢啲之後呢，佢會令到你喺下邊嘅骨頭呢向後褪，上面個骨頭呢向前生，矯正到佢個正確嘅位置。如果呢有啲家長呢想了解下呢個早期矯正呢，可以嚟到我哋診所，我哋有好多相關嘅病例俾大家睇下。好啦，今期呢我哋就為大家介紹到咁多。有咩想了解口腔諮詢問題呢？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